兄弟们，今天我要验证川白世界的那个隐藏秘密，就是这个。好，开始。没有嘎吱，因为我叫了和平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我们转为一般或简单，一般吧。OK 呀。继续。就是有点慢了而已啊。它载入也用了很久了，我发现。Yes, sir. 我即係嘅。媽咪，你炸雞。媽咪，你炸雞到啊？唔係啊，阿彤唔係叫 Foodpanda 送嗰啲咩雪糕啊嗰啲嘢啊。唔係叫佢。我要找一找。叫送嗰啲嘢，咁有花朵包圍的。嗰啲唔係，我哋今晚先睇下食咩咁樣。咪咩咯，可以叫佢叫都得嘅。天都黑。你都可以叫嘅，即係咁講。天哪！這個天也變黑了。不知道在哪。偷笑啊 BB！ 一陣間今晚睇下食咩先啦，我哋。或者你如果擺花行不行？你飲完先玩啦。抹咗啦，佢攞個嘢。就是這些啊，就是這些靠近會打開的。佢再攞膠紙包住，呢個可能就。等一下，這個不會打開，要全部包圍才會打開的。買幾罐咁樣擺落去。買幾罐俾埋一盤。前面。我話你都好多人飲都唔知飲乜幾塊。我都冇膽。唔係多人飲啊，其實我。在其中一棵樹的下面，算了，直接旁觀者。飲我就飲，我買佢唔買。咪就係話咯，即係吹鬼場咁大嘅哦！你放工食完嘢咪買翻嚟咯，懶到出汁啊！你就搭的士還是唔會咯？我同你講。咁佢等佢飲完奶先同我。佢陣間唔飲㗎，你睇下佢陣間唔飲就慘㗎啦。Hello guys。過得滯㗎啦，佢淨係飲奶冇嘢食㗎啦，因為先至。沒有東西啊。你睇下佢飲完嚟同我。一陣間咧，如果唔係咧，好麻煩嗰啲飲㗎，係啊，好麻煩嗰啲飲。咩事啊？你講咩啊？姐姐係咪啊？沒有東西，沒有東西。咁係咁講嘢咯。而家係咁講嘢。個人有冇話你買咁多啊？咩啊？證明呢，這是假的。好，拜拜。